议会通过决议案，严正关切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基督徒和其他穆斯林身上活摘器官的报道。欧洲联盟则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犯罪做法。有欧盟议员揭发了富裕的海湾国家客户要求所谓清真器官的事实，使得维吾尔人穆斯林的器官被取走。中国继续镇压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和民族价值，强调所谓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据中国官方天山网报道，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的伊斯兰教协会和乌鲁木齐的羊形清真寺走访慰问爱国宗教人士。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牢牢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新疆伊斯兰教更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后，日本外相林芳正正近期密集出访，6日至8日前往佩吉和帕劳访问。日本外相林芳正8日与帕劳总统萨尔格尔惠普斯举行会谈，谈及中国和所罗门岛安全合作及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强调要与相关国家展开密切合作。双方还一致同意深化日本与帕劳关系，并携手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由于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中国4月份从俄罗斯的进口量创历史新高。与去年同期相比，4月份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增长了约57%。尽管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攀升至创纪录水平，但其出口却跌至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近年异象不断，网传视频显示，5月7日晚，浙江舟山出现罕见血红色天空，局部呈现一种异常鲜艳的红色，景象令人震撼。网友纷纷发帖表示惊奇和不解。中国官方承认舟山市天空出现异常鲜艳红色，但否认出现异象。当局表示，是一批捕捞北太秋刀鱼的远洋渔船安装了用来照明的红色灯光。舟山气象局则称是属于光的折射和散射现象。在乌俄冲突的大背景下，欧盟在特斯拉斯堡召开了未来欧洲大会，有关欧盟改革的话题再度成为焦点。在一众发言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提议迅速抢占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马克龙提议建立新形式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除了解决乌克兰问题外，还暗暗点了一下英国。上海防疫手法受到强烈批评。上海一些地区近期采取同层密接隔离政策，在民间引发极大不满。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发文指，官方将民众强制送往方舱隔离为非法，且无权强行进入民宅消毒。他警告，上海在官兵防疫上的2项措施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可能造成某种法治灾难。其后，他的微博账号随即被封。